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权阿权妹。今日嘅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一个啉的东西。韩国要啉的东西，伊做在讲太热细致，全部就冻好啉。韩国係真有营养，可能当你都會來啉伊比佢係嘛嘅喏，佢就會牛奶。韓國唔單槍做得啉嘛，做得做飲料啊，乜嘅奶茶、咖啡啊，韓國人甚至做得做當到甜點，全部就係牛奶油加落去嘅。今日來同大家分享嘅牛奶，就係喺台灣自家嘅牛奶，韓國係呀雲林崙背嘅小安客嘅鄉親哦，細細嘅來分享李偉成，分享偉成。大家好，我是李偉成，今日很歡喜來這個客家電視台，和大家分享這個牛跳的事情。哦，牛跳的事情哦，偉成練得很辛苦，對不對？對，這第一次這麼仔細講一句這樣。趙安克，對，係同爸爸練習的，跟爸爸學的。跟我表姐。跟表姐，所以表姐的趙安克現在還會講。對，因為他之前好像也有在客家電視台有在就是錄節目還是什麼。請問貴表姐的姓名是？秀龍。哦，好像知道哎，我去問一下我同事。比較早期都有在這裡。哦，真的哦。對啊。哇，那所以今天喺 TPF 度福起來咧，去同這個表姐了以後，小恩哈趙安克，但是平常已經沒有什麼在講了，但是一直就是生長在雲林這個地方，然後也知道自己係客家人，自己是客家人這樣子。對，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就是非常難得，台灣還有東南的做得來松福起來咧，很難得可以邀請到洛農來上我們節目，跟大家來分享一下當初為什麼雲林崙背。現在偶爾我們在可能超市賣場會看到一些牛奶上面有寫崙背，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牧場或者是其他的地區有這種一個一個分門別類的比較特殊的牛奶，跟我們以前看到的牛奶有點不太一樣。那偉成就是雲林崙背的洛農，那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當初雲林會有洛農呢？這個大概主要是在民國60幾年的時候，那時候政府就是開始要推動農村的一些經濟，那所以就62年，他們政府就開始規劃一些政策，然後再來到63年的時候，崙背的農會就是召集了，就是去找了100個洛農，要來養牛這樣。所以他們當初可能都也沒有養過乳牛。對。哦，從零開始。從零開始。哦，所以就是你阿公那個時候。對。哦，就被就是參加這個洛農的這個。可能有這個訊息出來，那因為他們以前應該也是就是在種田，那有這個訊息出來，他們就想說去試試看。對，那所以就是那時候當時就是就100戶吧，然後就跟乳品廠配合，那他們就進口了600頭牛。對，所以就是一戶就是有6頭牛，從6頭開始飼養這樣。阿公從6頭開始飼養，對，養到現在你有幾頭牛？大概接近200。哇，這樣子40年，40幾年的時間。今年第50年。50年的時間，然後就從6頭牛都壓哈200頭牛，哇，好驚人的轉變。其實當初這個洛農專區也不止雲林有，對不對？好像還有很多地方也有這樣子的洛農專區。崙背是第一個，那後續就是還有彰化的福寶，還有台南到屏東萬丹這樣，總共比較大的就大概4個。哦，所以雲林是崙背是最早的這個洛農專區。哦，那聽說當初阿公從6頭開始養的時候，那個時候是跟現在的設備或者是規模是完全不一樣的，連什麼草都是徒手割，然後牛乳都是徒手擠的，像我們看那個漫畫卡通裡面那種感覺，是嗎？對，當初就進來，那就基本上就是牛舍搭起來，然後欄杆圍一圍，然後就是還要自己種草，然後還要去田裡就是割回來到牧場再切碎。然後再用推車推給牛吃，這樣。擠牛奶就是一頭一頭，可能就是讓它固定在一個位置，然後就是要徒手一直擠這樣。4顆乳房嘛，就
就挤完，然后再拿桶子，然后到下一头。哇，所以现在就完全不是这样子了。现在完全不一样，以前就徒手挤完还要拿那个乳桶去收奶站去浇乳。哦。对，那后来就是再来还有配管的，就是有管线到每一头牛那里。那到现在是说，我们把牛全部赶到榨乳室，同时榨。对。所以是完全没用跟规模的都压哈。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有讲说，其实饲料也是阿公要自己种，草要自己种，但现在的草就已经不是自己种了，因为要比较大规模，所以是用进口的方式，对不对？对，那主要也是因为说现在的品种一直改良，所以他们每一头的平均产量一直提高，那就需要。从国外进口比较营养的草，那因为然后他们那边的就是有专门在种植的，所以品质相对也比较稳定。那进来之后，我们就是放在仓库，就是随时要用就有。对，对我们来讲也算是会比较方便，当然相对的成本就会比较高一点。对，而且伟成一开始节目还蛮开始6个时，他说这是最顶的牧草，这是最厉害的。那今天带来2种到现场。我今天真的饿了舌头，要来吃草，跟你为 Q 用，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是伟成你们工作的其中一个环节，对不对？要帮牛试吃他们的草料的来源。对，就是草进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会先闻它的香味，然后看它的性状是不是正常的。对。那再来就是会实际去吃看说，这个它的甜度，或是说有没有硝酸盐。甜度。对，那再对照说那个草商给我们的。品质单是不是一样的？好，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叫做燕麦，对不对？对，就是我们会吃的燕麦那个东西吗？品种是一样的，品种是一样的，类似那种燕麦的东西，然后它长出来的牧草，然后它是吃起来会有什么味道才会是好的？是比较甜。甜？对，它是有甜度的。我现在很努力在吃吃看有没有甜的感觉。我没有吃到甜，但是有香香的。可能要多吃啦，因为我一开始，你说我要吃一把，是不是？就是要慢慢的去体会，因为像我一开始也是吃不太出来，我跟业务说，还好没什么感觉。那吃久了，慢慢会知道说它到底是什么味道。我现在还在感受我感受到了，就是。感受到杯米那个舌头这样的感觉，你会觉得有一点甜甜的，是这个味道吗？会可能会有点类似甘蔗啊，对，有一种甘甜的感觉，后面会出来，所以这样就是牛吃了会比较好的燕麦草，就是越甜它相对会比较爱吃，那它的采食量就会比较高一点。其实它抖得味，还是要让它多吃一点。对。原来是这样。那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是。它刚刚有说它是木树，对不对？木树是我们平常吃的木树芽那个木树长成的草。没错。它长大，然后开花到某一个程度，我们就会应该说草农就会采收。然后这个吃起来应该要什么味道吗？它应该说木树的话，我们是吃看说会不会苦。那如果有苦味，或者说苦味很重的话，就代表说它的硝酸盐比较高。没有苦味，好香哦！这很香哎，都有挑过。这感觉可以拿去打什么健康的蔬果汁哎。这个它是香气很重的草哎，我觉得。对，所以其实你们在喂牛这个过程，饲料还有草料的挑选非常非常重要，甚至要这样子。自己去试吃，对，去帮牛的老人把关一下，因为本给吃到孔天，让它吃的健康，它才会产出好的牛奶，或者是品质很多或量很多的牛奶，对吗？对。那除了草之外，它还要吃饲料，对，它的饲料大概是吃什么饲料？饲料我们目前主要都是用商业料，就是说饲料厂已经帮我们调配好了，但是它的主要原料基本上还是大豆跟玉米对，就是补充它的能量，除了牧草之外，对。那除了草跟饲料之外，它还需要其他的营养补充。因为就是像刚刚讲到，就是乳牛的产乳量已经越来越高了，那可能草跟饲料相对已经
就可能满足它的基本，甚至说可能有一点不够。哦，对，所以我们可能还会再用一些浓缩料，它的营养会更高一点。那另外就是我们现在还会加 B 群。一些微量元素，还有亚麻籽，吃这么好就是了。对我自己平常都没有吃，但是我特别是夏天还会加量给牛吃。哦，因为大家有啲买牛奶就是热天嘅牛奶会较贵啲嘅，因为夏天那个牛奶的产量会比较少一点。故说其实像台湾自家养牛的，其实咱哋做的也有倡导要这样子的酪农来到富起来同大家来分享，还有当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好，非常大家有陣到福起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呀園林倫貝嘅呀酪農，韓國佢係小恩客哦，親手看到。一開始沒有用呀小恩客法同大家來上家門來打招呼一下，因為練得當久，所以剛剛有同大家來分享。韓國剛剛沒有講到呀，其實做一類酪農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們剛剛有講到很多酪農辛苦的環節，包含這個牛的飼養啊，然後它需要生嘛該東西呀、要給它什麼營養補充啊，全部就非常非常嘅講究。那其實環境它也需要給它很舒服的環境，對不對？又像是像夏天這麼熱，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熱，我們都已經快要受不了了。然後當年熱天的時間，我們只要去買牛奶的時候，牛奶都會很貴，就是因為牛很辛苦，所以它沒有辦法產這麼多牛乳。那偉成沒有讀到 Q 用嘅問題嗎？有沒有遇到一樣的問題？哦，對，因為現在環境跟我剛回來的時候其實差蠻多的。哦，以前是慢慢的變熱，然後慢慢變冷。這幾年的話是啪變熱。對，而且它是就是在某一段期間它是熱，然後又冷，然後又變很熱。對，然後才到很熱，然後現在又更熱。像前幾天倫貝是第2高溫的，真的。對哦，就是你只要站着，然後就會開始一直冒汗。可是其實乳牛本身就不是台灣原生的動物嘛，所以其實對於台灣的天氣，他們的適應是非常辛苦的。對，因為乳牛是溫帶動物，所以它比較適合的溫度其實大概在15到20度左右，整整高了10度以上。對，所以就是我們要想辦法去幫它降溫，然後讓它過得舒適一點。那在這個部分，我們基本上就是用風扇去吹。那後來因為可能又變更熱，我們就開始有一些噴霧，然後還有灑水，然後再就是增加。對，然後再就是可能。已經灑水了嘛，那再來就是說縮短灑水的時間，那個間隔時間再縮短一點。可是灑水我們還是又要顧慮說它的腳蹄，還有它的乳房會不會，對，它的腳蹄如果太濕，容易會軟，會相對比較軟，那可能就是它遇到什麼東西會受傷這樣，所以這都是需要考量的點。所以整個環境就因為台灣嘅天時的問題，所以要花很多心思去照顧這一些牛。那尤其是小牛，聽說金門夜來溜養的時間，農場裡面還誕生一隻小牛，是不是？對，我今天早上想說，再去牛舍看一下，然後員工就跟我說，那個又生了一隻。哇！對，那原本應該是1個禮拜後才要生的。好可愛哦！我們有看到它的照片，超可愛的。對，所以是原本1個禮拜後才生，今天突然間就有出生了。對，哦，超可愛的。那小牛就是生了小牛，當然是開心的事情，又多了一隻牛，然後很可愛。但是小牛是不太好照顧的，對不對？對，因為小牛剛出生的時候，它是完全沒有免疫的。就是因為像人的話，媽媽可以把免疫傳給那個小孩，但是牛是完全沒有，所以它出生。大概我們在出生後前4到6個小時之內，我們就會趕快餵初乳。它一定要喝初乳就是了。對，因為初乳裡面會有一些免疫球蛋白。那小牛它的腸道是在大概12個小時或到24小時這之前，
要赶快喂，不然它的那个肠道的那个孔洞会慢慢的封闭起来，那它就没办法吸收这些东西。要趁它刚出生时节就先喂本给初乳这样子。那初乳的定义是什么？初乳就是牛妈妈的第一次产奶吗？就是它那一胎的那一胎的第一次产乳，因为那个时候就等于说有一点像母乳的概念，营养很高，所以一定要在那个时候喂它。对。那小牛有没有跟就像小猫小狗一样，它必须要很密集的，比如说几个小时就一定要喂食一次，不然它可能就会肚子太饿这样。我们基本上是，一天喂2次，就早晚各1次。这样就够了。对。所以相对来说，还算比小猫小狗那么频繁，没有那么频繁的需要喂食。当然，喂得越频繁是相对比较好了，但是就是这个也是需要考虑到人力还有它的需求去做一个平衡。好难哦！可能躺起来就吃到呀幼牛的那一天非常复杂的事情，非常的复杂，然后也很辛苦。所以其实今天很难得，都得向伟成带来甜美的果实来到节目现场，甜美的牛奶。那在喝牛奶之前，我们先分享一下，其实现在的牛乳、挤乳都是一些比较自动化，是有一些机械设备的。那牛乳在挤乳的这整个过程大概是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要榨乳的话，我们会就以现在来讲，我们会把牛赶进榨乳室，然后像我们是鱼骨的，它就是鱼骨式的榨乳，就是说它牛站的方式有点像这个鱼的骨头，鱼刺这样。对。这样子。就整批的，对。一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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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站的嘛。对。好，那我们就以一只来讲好了，就是说它进来榨乳室之后，那我们首先就是会先帮它清洗乳房，应该说乳头，先洗沟洗干净。对，然后有一些人会用前药浴，那再来就是会前榨，我们会先榨一点点出来，就是挤一点点奶出来，看说它这一颗乳头是不是正常的。对，那如果确定没问题的，我们才会开始，就是才会套杯。然后开始榨乳，这样就是像亚哈恩相片底度照片里面看到的，它就是装上去牛的乳头上面，然后它就会机器开始榨乳。对。所以就像这样子的方式来榨牛奶之后，榨完之后的牛奶通常是怎么处理的？在榨完之后，我们会先帮它的乳头上后药浴。要照护一下。对，就是因为它榨完乳之后，它的乳头就是那个孔会开大概30分钟左右，所以我们会用一个类似膜的东西，它就是会保护乳头，不要让细菌去感染。所以先做这个手续之后，对，然后在奶榨完，它马上就会打到一个大冰箱里面，在短时间内赶快降温到2度到3度。这样才能维持它的新鲜度。所以是自己农场会有一个大冰箱，对，把这个刚榨好的牛乳就把它冰进去，就像我现在这一罐，这个是农场里面自己榨的牛奶，然后冰好，然后没有经过其他处理的，还是说就是我只做了杀菌这个动作。杀菌？那如果自己的农场的牛奶杀菌，你通常会用什么方式杀菌？我们因为在煮初乳，我们会弄一台小型的杀菌机。对，然后不一样哎，天哪！对，因为而且我是用65度、63到65度去杀菌，所以它的味道会比较接近原始的生乳，然后可以保留大部分的营养。哇，好好喝哦！我已经很久没有喝到不是一般大厂的鲜乳的味道了。这个你懂 TPA， 这你很难形容哎，好像有一点点，我真的很难形容，但是它的奶味非常非常浓。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快要在喝鲜奶油的那个乳的味道了，因为它没有经过它有啲研究的人可能低，也喺人哋市面上买嘅牛奶有很多种选择，你有全脂的，你可能有脱脂的，或者是低脂的选择。但是一般的牛乳，你要知道它是
没有办法选择你要全脂还是脱脂还要低脂，它就是一个固定，不是固定，就是看它吃的东西，它就会是产生几%乳脂的牛乳，对不对？对，它是没有办法这样区分的。那 ND Noble Home Settle 都是经过大厂在另外处理的方式，我们喝到比较均一的牛奶，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金门夜市的董 TPA 就是自己牧场，然后用杀菌出来的牛奶是这样子的风味。但是今天伟成也特别有带来另外一款，它是美黑园林伦贝七嘎跟牛奶，也是伦贝农场的牛奶，对不对？对。但是它是集结了你说2间牧场。对。然后目前这个是两个牧场，2个酪农，然后这个算是就是大厂去把它做处理的。对，是吗？那大厂通常收了你们的牛奶，因为你们的牛奶除了自己之外，其实也有给大厂。对，大厂又是怎么样的处理？你像我们挤完进冰箱之后，那再来那个乳车就会过来收奶，它就会把奶抽到乳车上面，然后送到乳品厂。那乳品厂基本上鲜乳的部分，它就只是做杀菌跟均质。均值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比如说脂肪抽出来。应该是说它会把，因为脂肪会相对比较大，也比较轻。如果没有做均值这个动作的话，你牛奶放久了，脂肪会飘在上面。那对产品来讲，消费者可能会看了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对，所以均值它只是把脂肪或是说一些比较大的颗粒的成分打碎，那可以让它均匀的混在牛奶里面。对，所以基本上大厂就做了这2个动作，然后再就进行包装，包装完再就很快的就到架上。那从我们牧场到上架，基本上大概1-2天的时间而已。所以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去做处理。没错。那你自己觉得大厂，因为你们家也有自己在做牛奶，也有给大厂，大厂跟自己的优势分别在哪里？没有了，我们是都交全部都交给大厂，交大厂而已。所以亲友才喝得到。是这样没错。亲友限定款。对。哇！但是其实像亚德七嘎生，你们自己喝应该也是喝得出来，我自己的牛奶跟有就是经过大厂处理的牛奶有什么不同吗？有，对不对？就因为我第一次喝外面的鲜奶其实是别人请我喝的。对，因为平常都是喝自己家里的牛奶。那后来才就是其实味道不一样。因为像以前我爸的朋友喝，或是说就是他请别人喝的时候，别人都会说，奇怪，你们的牛奶是不是有加糖？因为他觉得很甜。对，我应该说大厂的牛奶和台湾都优秀的酪农集结他们的牛奶去做他们的产品，但是如果你有给非洲的生豆酪农自家的自己产的牛奶的话，你或许可以喝到他们不一样的味道，因为大家养牛都有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照顾方法、不一样的环境。古时候可能做的生豆冇共用嘅蜂蜜，古时候也就会按台湾的酪农当神奇嘅素材，咪希望大家來多多支持嘅素材。先休息一下，還有動動內容，我同大家來分享哦。好，分享大家有陣到復起來咧，我係總員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邀請到園林倫貝嘅酪農來到節目當中。其實我可以同大家來分享嘅係，可能大家冇像阿權妹咁樣，我這麼幸運吼，我可以直接吃到偉成從牧場裡面帶來的自己牧場裡面去殺菌消毒的鮮乳，可能沒有機會這樣子吃到，但是。共用支持我們自己台灣的酪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對不對？就是我們自己台灣自家生產嘅牛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故事我們節目當中復習偏離點，就會來請偉成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其實多多喝牛奶對大部分人的身體都是還不錯的，牛奶的營養價值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牛奶它其實一個營養價值非常高的，我們可能以為就鈣質這樣子。對，但其實它有很好的蛋白跟脂肪哦，對，所以這個聯合國還把6月1號定為世界牛奶日哦，真的對，那就可以知道說牛奶它的重要性很重要，對，而且因為動物性的
蛋白、脂肪是相对植物性是比较好吸收的，但各有优缺点啊。但是动物性当然是对人是比较好吸收的。对，所以像牛奶的牛奶的蛋白，它可以就是增进骨骼的发展，还有肌肉也是，那还有富含这个钙质，还有其他的一些维生素啊、氨基酸等等的。所以是很好的这个营养补充品啦。但是如果说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就会去超市，然后选择不同的乳品，有可能是各种牧场的鲜奶，或者是各大厂牌的鲜奶，或者是保酒乳，可能也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很方便的选择。那就你自己来说好了，有没有推荐大家应该要怎么挑选牛乳呢？挑选牛乳，当然首先就是你要知道说你自己。要喝牛奶的目的，那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就纯粹只是想要补充一下营养，那当然就是其实挑一般的厂牌你喜欢的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想要喝不同的风味，或者说你觉得对哪一个酪农你比较有兴趣，那你就可以去挑选他们的产品，就是应该说就是像小农的牛奶这样，对，就是可以喝到不同的风味。对，那如果说像有小孩啊，或是有一些就是想要携带方便的话，那就可以去选择保酒乳这个产品，就可以在常温下做保存。对，那当然还有额外的可能像有增加钙啊等等的，那就是你有需求，你就去挑选这个比较相对有特殊性、功能性的产品。对，所以专业酪农的推荐哦，同大家来分享。其实台湾的牛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质，像我还觉得很可惜，是我小时候跟很细个时间没有有一间牛奶有一个牛奶的品牌叫做将军鲜乳，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了，所以可以直接讲它的名字。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惜，你看苗栗的这样子的酪农就不见了。但是现在台湾还有其他素材，还有酪农非常辛苦跟努力的在经营着自己的品牌。但是接下来台湾的酪农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对，就是再过几个月之后，就是2025这个纽西兰液态奶零关税。对，那他们就是进来就没有关税，所以他们那边本来生产的成本就比较低了，而且就是大规模的。对，那也像台湾就是因为很多东西都需要进口，所以我们的成本就会相对高。对，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草料啊，都是要进口的，饲料都是要进口的。对，所以我们成本会很高。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应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就是食物里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台湾，我们就吃七嘎菜贴的东西，当然国外的东西可能会是一部分的选择，但是台湾的东西有七嘎台湾的优势，虽然会遇到这个算是很严峻的考验，即将在2025年到来。那你七嘎身为酪农，你有没有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台湾的酪农自己的优势在哪里？那像台湾的牛奶优势就是说，因为像国外它如果要过来的话，基本上它是需要。在热处理牛奶的热处理上是需要比较高温的杀菌上面就要很高温。对，所以它的有一些营养价值相对就会流失、损失掉。所以台湾的牛奶就是它的保留的营养成分会比较高一点。对，所以其实选择七嘎台湾的酪农的牛奶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跟大家分享，或许2025年之后，台嘎做的第四面松可能给选择会更多，但也可以自己喝喝看嘛，说不定感受不一样啊。就像我今天喝到的感觉，真的是吓一跳。对，因为而且像台湾的法规，它本来就比世界各国都还要再高上一截。对，所以我们本身的品质要求就比较高一点。对，然后现在因为大家又都就是因为在液态奶要进来嘛，所以大家就是又比更要求自己，所以就是好上又加好这样。对，更严格跟要求七嘎。古说大家真的可以好好来比较看看台湾的牛奶它的优势在哪里。那我也很好奇，其实还蛮辛苦的，因为酪农其实也是农业，是非常辛苦的一种工作。那当初为什么伟成会觉得就是很年轻？我觉得你非常年轻，那你怎么会想说要来回家接手这么辛苦的工作？
因为从小就是都在牧场生活，像我们国小的时候，寒流来也是要假日就5点起来帮忙洗牛舍，就很冷这样，对吧？可是到后来就是其实农业是国家之本，然后因为我们像这个产业，其实留下来的人都已经这是蛮难得的啦。我觉得如果放掉的话，其实是蛮可惜的。对，所以就想说，而且像应该说对动物也蛮有兴趣的啦，所以就想就是回来，然后把这个产业再看能不能发展起来。你真的很爱牛就偶尔会跟他们玩一下这样。好可爱哦！所以其实跟牛相处应该也是蛮快乐的吧？这就像宠物这样啊，有时候寒流来，他们就是躺在那里休息，我就会过去，可能就是趴在他们身上取暖这样。很温暖。对。好可爱哦！但是因为像这样，你是算是接手家里本来阿公到爸爸再到你这样子的过程，有没有觉得接手家业会跟家里的家人会有一些摩擦？这是一定要的，一定要是不是？应该说，因为不同时代背景所接触到的事物本来就不一样。对，所以因为后来就是越来越多科技或是说新的研究出来，那当然我们一定会相对比长辈知道的更多。对。那当然我们会是想要去尝试。对长辈就是想说就是养好好的，最好是不要乱动。对，但是你还是有想要去尝试就对了。对，因为总是想要试试看有没有更多的机会，或者说把牛养得更好。对。而且也不止在用牛为蛋糕，其实伟成因为很年轻，所以他也希望可以操作自媒体，既然没有经营 YouTube IG 脸书这一类的自媒体，对不对？对。你里面都分享什么啊？当然，基本上还是以牧场还有牛为主。那之后就是有想说，不是唱歌跳舞。倒还没办法。好了，继续分享牧场的一些大小事。就是对当然是以牧场为主。那或许是说，可能会再多分享一些跟农业有一点关系的，带一点农业这样。对，就主要还是希望说，推广牛奶乳制品，还有让大家比较知道这个产业的现况是怎样，是让大家知道说喝的牛奶是怎么来的。也有很实用的啦，比如说那个牛奶个发要怎么做甜点，也有教大家做奶酪，对不对？对，有一支影片是请人家来，就是来教怎么做奶酪这样。那因为奶酪算是一个蛮简单制作的甜点，对，所以是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尝试看看。哇，你的食谱应该很不错因为我刚挖起来觉得它超软 Q 的，它不是很硬的那一种。因为也是有稍微在做一点研究啦，配方有在做调整。好滑嫩哦，像布丁的感觉。对。所以只要去看你的YouTube 频道，就可以看到这个很好吃、很滑嫩的奶酪是怎么做的。对。所以其实，在这样子，身为一个酪农，还要经营自媒体，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当然是一定会比较累一点啦，但是也算是兴趣啦，因为以前读书也是有去当过平面跟动态的婚摄。很厉害就是什么东西都有去玩过这样。那你有没有想过台湾的酪农就你自己来讲好了，希望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希望你的未来的目标会是什么？未来当然会希望有自己的品牌了，但是这个可能还是要看未来的状况，因为说真的，酪农要自己自产自销，然后可能又要找通路，这是一个蛮困难的东西。而且牛奶又是一个很难保存的食品，所以这一块会比较挑战。对，那这是目标啦，可是还是要看未来的状况再来做决定。我觉得虽然就是伟成看起来就是冷冷静静的，有没有？但是其实基有懂得想法，韩哥亲善蛮很努力的在经营这块。那给文义妹很谢谢伟成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跟大家分享这么多酪农辛苦的地方，以及青葱有嘅系就会同大家分享台湾嘅牛奶真饮品质同好，大家就懂辛苦啲嘅做台湾的精品农业，希望大家多来多多支持。谢谢伟成，也谢谢天时机条件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共下来做运通哦。节目好看无啊？
好看福喜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喜來嘅面書網站，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